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酒芳毋惊巷仔深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，酒若好，就算讲是藏伫巷仔尾卖，嘛毋惊无人来买。就亲像咱伫生理场共款，若是物件品质赞，名声自然会透千里，拢免宣传，人客都会家己来啊。现此时，咱台湾制造的物件，伫咧全球的市场真有竞争力。这甲几十年前的状况已经无同啊。即马 Made in Taiwan 会使讲是品质的保证，真侪外国的厂商拢爱注文 MIT 的才要买。所以讲，酒芳毋惊巷仔深，物件若好，名声家己会通输海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